一首121首吼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啊！我本来咧准备这条歌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歌名吼，我就想到，我就是一条迄个以早咱古圣诗内底吼，正经迄版246首，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我记就是这条吼。后来我才知影讲，哇，原来一显会是无共款的。迄个歌旋律吼，所以咱来看121首，121首内底歌词甲以早迄歌词拢共款。啊，其实这121首这歌词，咱顶个以早咱唱的迄个旋律吼，伫咱的信息内底441首，但是伊的歌词我无共啊。迄个旋律是以早的歌旋律，但是歌词是新的歌词，所以真奇怪吼，信息内底。迄个有当时啊，歌词甲旋律会使对调，哦啊听起来拢歌词拢共款吼。咱来看121首《上帝疼痛赢过一切》，来咱请琴弹一下吼。哦，这个歌，这个旋律咱大家拢真熟吼，但是伊个歌词是以早迄个246首的歌词。来，咱来唱一下。在上帝疼痛赢过一切，天地欢喜同无地，求你将我的心来献出你的光明爱，有主你是主的灵。一解看卖，看大家还佫会记得以早旧的信息内底，这条歌词是安怎唱的？哦，啊，你阵若毋知影要安怎唱，你会使先开信息441首，哦，啊，用这个歌词来唱这个旋律，咱听一解吼，试看。大家有熟无？这个旋律真好听一条吼，咱来唱一解看卖，来，上帝疼。是不是真好听吼？同款歌词来无共的迄个旋律来唱吼，迄个感受无啥共吼。啊，无要紧，咱较领唱袂使唱拄啊迄个，咱爱唱即马这首吼，咱来唱第2节吼。第2节，来，全能救主是我拯救，主为我了我心事。最理性的光的抗美，永远莫离天万世。我们亲自的在天，是什么了的光辉，永远当下我心呀，永远的完全的听。第3节。求你的心早晚信心，请替我将我的命，我看你把求我完全归荣来全国，我眼跟我在眼跟，你看见的老路。
572首，耶稣基督阮的主，圣诗572首。这首真短吼，伊较特别的是匈牙利的一条迄个圣诗吼，伊属于较现代一点点。阵会晓粤语的人看到这个吼，你会使有2拍、有3拍、有4拍，伫遐哩变来变去但是嘛是真好学一条圣诗吼。咱请琴弹一解。耶稣基督阮的主，你是神，你是信实，神传万事，无论啥事临到我，过无限害，我靠你就得安全。咱来唱一解来，耶稣基督我的主，你是神传万事。再过一届，耶稣基督我的主，你是神传万事，无论啥事临到我，我可你就安全。咱较注意一下吼，对这第二项到后一页这过无限害吼，即两后壁迄段迄个是甲上尾一节甲过来即节爱连做伙，爱一段话一段话吼。咱第二节咱来读一解看觅，来预备来。伫一切卑微代志，阮要负责照指示，你疼痛做阮准情吼，情理宝贵。你只以遵行无尽，咱就照即个歌词一段一段来唱，好来，预备来。第一切卑微代志，我要遵照指示，你疼痛做我准情，情理宝贵。第三节，将你到我代替，等到也无一切，我感谢我的心里就我来对你最近关系。第四节，你所尊重我在。是你为伴我，我平安跳到我爱我家我，这天我就世咱练习到这，请咱大家准备先三个做伙来做礼拜。今仔日是社福事工主日，请兄弟关心大祷，请安静，同心来敬拜上帝，奏乐。
上主啊，愿伫你的殿内少念你的慈爱。上主啊，你所受的恶恼，拄甲你的命相合，到伫地极，你的正手满满公义。三角来吟诗恶恼上帝，圣诗121首，圣诗121首，请起立。即是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西鲁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定是过死埋葬落狱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。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病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信国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国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用启应文第7篇来应答上帝的话。天宣布上帝的荣耀。即日对迄日讲话，无言无语，因的声传到全世界。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打报病，日头亲像神龙对洞房出来。对天的即边出来，射到迄边。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上主的诫命公正，上主的教示纯洁。敬畏上主着纯真，永远无改变。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
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我就诚做无通指责的人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的喙所讲的合你的旨意。同心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你堪知受荣光、尊贵、权能，因为你捌创造万物，万物伫地，万物受创造，拢是对你的旨意。伫即个圣日的早起，阮要学乐你，学乐你伫阮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，赏赐互阮的一切。阮要因为上主欢喜，用弹琴感谢耶和华，用10条弦的瑟学乐伊，着对伊唱新歌，弹到真好，声音响亮。有时阮会失信。但是你是信实的上帝，你的言语正直，凡你所做的一定是真实。有时阮感受袂到你的疼，但是你的疼不断围伫阮的周围。无论是死是活，是天使，是掌权的，是现今的，是将来的，有权能的，是悬是深，也是别个受造的物。拢袂会计当上帝的疼，就是阮伫主耶稣基督所有的疼。阮定定得罪你，但是你是赦免罪过的主，照你的慈爱怜悯阮，照你丰盛的慈爱擦消阮的过失，将阮的罪恶一定洗除，也洗清到阮无罪。因为阮知阮家己的过失。阮的罪定定伫阮的面前，阮向你来犯罪，独独得罪你。你所爱的是内心心实，求你用牛膝草洗我，我就清气；求你洗我，我就比水较白；求你黄面，无看阮的罪，擦消阮一切的罪恶；求你互阮游玩得到你救恩的快乐。赏赐阮有自由的心来扶持阮，阮较无听见你的声，当阮将阮的心摆伫你的面前，每一天安静伫你的面前来听你的声，互你的声音赢过阮家己，甲世界上一切的声音。亲爱的主啊，由你教示阮，将你放伫阮生命中的第一位，阮真容易互周围的环境。心内的惊吓来影响，来离开你。由圣神充满阮的心，来成做阮生命的力量。因为有你的恩典，阮就到也；因为你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我要用虔清洁的心，独独侍候你。愿你的旨意成全伫阮的生命中，掌管阮的一生。阮深深拜咧以上的祈祷，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同声祈祷言讲。
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到10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281页。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到10节，伫台语汉语本圣经281页。我捌一个踮伫基督的14年前受大到第3站天，或是踮伫身躯，我毋知；或是无伫身躯，我毋知。上帝知。我捌一个亲像即号的人，或是踮伫身躯，或是无伫身躯，我毋知。上帝知。优秀带到乐园，听见袂得通讲的话，就是人所毋通讲的。我要为着即号人夸口，若是为着家己，除我的软弱以外，我无要夸口。我若爱要夸口，也毋是讲，因为我要讲真实，总是我家己约束，听了人会评论我，较过头伫伊所看见我，也是伊对我所听见的。搁因为这个启示会极大，免得我过头自高，所以互我肉体内有刺，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拍我，免得我过头自高。为着安尼，我3摆求主，互迄个离开我。伊甲我讲：有你的恩，你就到遐，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气力带伫我。所以我为着基督，掠遮的软弱、欠缺、恐着、恐逼做欢喜，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转有气力。请为伊庭传道讲道，题目是软弱中的恩典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、怜悯甲疼惜，互阮今仔日会当做伙同主旨伫教会来敬拜，学到你，嘛会当做伙同明捌你的话语。愿你来教示阮，互阮伫你的面前真正会当更加明捌你，嘛会当成做你的器具，互你所用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，阿免。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会拄着困难，会拄着咱无法度改变的代志、解决的代志。伫安尼时阵，咱会安怎去面对？安怎去思考？咱阁是用怎样的想法来思考咱家己的性命的价值？是用安怎的看法来看咱家己的性命的关价？伫即摆现在的社会中，咱无法度互人看见咱家己的软弱，因为咱若是互人看见咱家己的软弱的时阵，咱会感觉真无面子，嘛会认为咱家己比别人搁较歹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无法度真实的甲人斗阵，甲人做伙分享。咱会无细腻的去隐瞒咱家己的软弱。甚至伫咱家己、甲咱厝内的人、甲咱的朋友的面前，咱嘛是安尼。因为咱想要别人看见咱的，拢是有气力的，是有气力的一面。想要大家认捌咱的时阵，拢是真好、真牛的模样。因为安尼，咱较会感觉咱的性命是有价值、是有意义的。今仔日的经文是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20到第10节。保罗伊对哥林多的信徒，因讲着家己的经验。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因为有一寡哥林多的信徒，因感觉家己属灵的经验搁较悬，也是因所敬佩的领袖，甲一寡假的使徒，因为因的属灵
属灵的经验真丰富，所以因就看袂起保罗。所以保罗伊就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，甲家己的一寡经验讲出来。伫即段经文中，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家己的性命嘛。透过保罗即段经文的理解，互咱看咱家己应该怎样来思想咱家己性命的无共款的关系。即段经文伊真有趣味，因为保罗伊讲伊认捌一个人有去到第三层天。其实伊所讲的迄个伊认捌的人，就是伊家己。伫安尼一个特别的经验中，保罗伊煞用一种婉转的讲法来讲。伊讲我认捌一个伫主内的人，其实伊讲的就是伊家己。所以伊若是要夸口的话，伊应该会讲我捌去过三层天哦，三层天哦天。但是伊煞讲我是认捌一个人，毋是用伊家己。伊用一种做婉转的方法来表达即件代志。通常大家若是想要为着家己来辩解，也是要讲明一寡代志的时阵，伊通常拢是会直接讲，即件代志是发生伫我家己身上的代志，也会甲家己的经验讲甲真详细，也是会讲甲较夸张一寡。但是保罗伊并无安尼，伊讲伊向带到乐园内底，听见稳默的言语是人袂当讲的，人袂当讲，所以伊个无讲。咱若是真详细来看经文，咱会当看见保罗伊不断咧讲，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，我毋知影，只有上帝知影。保罗伊所讲的一个经验是，真正是会当甲遐个想要讲啊，保罗你无啥物啦，你的经验嘛无我够啊，即种的遐个人会喙塌起来的，因为伊的经验是真特别的经验，但是伊无想要安尼甲大家讲，所以用一个真婉转的方法来讲来表达。所以伊的经验其实是真特别的，所以有法度甲遐想要甲伊讲伊无够的人的喙塌起来。甲其他的人拢后来讲，你毋免讲啊，其实我的经验比恁拄着的拢较特别。但是保罗伊会当甲即件代志藏伫伊的心内14年。咱若看哥林多后书12章第20节的时候，咱看见伊一开始就讲着，伊认捌一个人是伫14年进前的代志。所以其实保罗伊一定甲即件代志藏伫伊心内有14年，拢无甲别人讲。是一定到无法度的时阵，不得已的时阵，伊较用一种婉转的方法，甲人讲，阮认捌一个人，毋知影，只有上帝知影。但是当伊直接谈论着伊家己的经验的时阵，伊坦白的讲，伊家己的性命受一支刺，伊并无讲迄支刺是啥物。但是毋管怎样，伊坦白的承认伊家己的性命中受一个困难，伊也清楚的讲家己的性命受一支刺，而且伊讲伊家己求上帝替伊除掉即支刺。毋过上帝回答反倒是真简单，上帝甲伊讲：我的恩典，有我的恩你就够野，因为我的快乐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所以保罗讲，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快乐带伫我。伫咱看起来，咱会认为保罗伊是一个软弱的人吗？还是伊是一个真有快乐的人？保罗伊有丰富的属灵的经验，所以伊对伊来讲，其实伊会当夸口会家己遮的属灵的经验，但是伊并无欢喜安尼做，伊并无意爱一直甲别人讲遮个代志，所以伊是到真正不得已的时阵，较讲即个经验，互大家知影。所以伫哥林多后书第12章讲到伊落远的经验嘛是安尼，伊敢讲即遍尔，
了后伊就无搁提起。所以咱若是认为，所以咱认为的有气力，真正就是有气力吗？为表面来看，有气力的确是一个好的代志。但是软弱真正就是软弱吗？软弱就是一件无好的代志吗？若是安尼，保罗伊是安怎要选择讲的是伊家己的软弱？伊强调的是家己的软弱，毋是强调家己，互互家己看起来有气力的属灵的经验。所以咱若看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7节到第9节，保罗伊讲到，佮因为遮的启示的极大，免得我过头自悬，所以互我肉体来有刺，就是撒旦的使者来拍我，免得我过头自悬。因为安尼，所以保罗伊无愿意强调伊家己属灵的经验，反倒是坦白家己的软弱。对保罗来讲，即个软弱，互伊会当无自悬，也袂互别人甲伊评论到过头的悬。所以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9节，咱肯定是逐个人拢真熟的一段经节。保罗求上帝将伊性命中的刺除掉，毋过上帝煞甲伊讲。有我的恩，你就够野，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。上帝的回答毋是应允甲迄个刺去掉，是宣告伊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是够野的。安尼的宣告，甲咱讲有3件真重要的代志。第一件是，莫一直去注意迄个刺敢有去掉。爱注目的是，伫上帝恩典内底，随时拢有够野，随时上帝恩典拢有够咱用。第二点是，伊的恩典，上帝恩典既然随时拢有够用，迄支刺敢有去掉，其实拢无重要。够用甲直接甲刺比较来讲，伊的恩典。已经有够，咱会当胜过咱迄个刺所带来的困难、甲艰苦、痛苦。第三点是，迄支刺的存在其实无重要，因为上帝，毋过上帝为虾米要互咱迄支刺咧？伊要互咱伫咱家己的生命中会当认捌咱家己的软弱，嘛会当为咱的软弱中会当认捌上帝的气力。上帝能力，所以互咱会当无搁为着迄支刺来烦恼，会当倚靠基督的气力、基督的恩典。这个是上帝伊要互咱生命中有迄个软弱、有迄支刺的一个目的。所以咱有软弱，毋是一件无好的代志。重要的是，咱爱伫咱的软弱中，咱真正经历着上帝的同在甲恩典。哥林多后书第12章第10节，所以我为着基督，掠遮的软弱、欠缺、困着、困迫，做欢喜，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倒有气力；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倒有气力。应该甲顶一节的好，互基督的气力带伫我来对照。怎样？因为我软弱的时，反正我有气力的，就是什么时阵咱会当，因为咱软弱，互咱会使伫怎样的时阵，拢会当专心来倚靠基督的恩典，互基督的气力带伫咱。帮助咱，就在基督的气力带伫咱的时阵，咱就有气力，会当去面对咱所有拄着的困难。所以咱莫一直甲软弱、甲气力当作是一个反义词。安尼咱只是会感觉不断的比较，讲啊，我到底是较软弱啊，还是我有遮气力啊？
若是安尼的话，咱敢会感觉咱家己到底敢有好，还是歹？怎限制了上帝伊要伫咱心中所做的遐个稳定甲作为？最近伫我的身上嘛有发生一件代志，互我真深的体会到今日即段经文的意义。因为我伫5月底的时阵，我出一个车祸，感谢上帝保守我无真严重，但是我的正手一开始检查的时阵，照电光的时阵，并无发现啥物状况。医生甲我讲，这照电光看起来无骨折，无安怎啦，所以应该只是冻着你乌青安尼疼尔。但是我一直拢会疼，嘛无好转的状况，所以我就伫顶个月差不多是车祸第3个礼拜咧过去的时阵，我就去看医生。我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就甲我讲：你正手即个大拇指的韧带断去啊，所以你必须要拍照过1个月，到尾看敢有法度愈合。若有愈合的话，就好啊。毋过若无愈合的话，你就爱开刀。当我听到即个消息的时阵，我真正硬去啊！我伫医生的面前好，我无想到讲，既然遮尔啊严重，而且我平常时我所使用的拢是我的正手，我的1个月拢袂当用我的正手。平时我的生活，我做的代志，拢爱变成足麻烦、足困难。我一开始真正感觉，哪会遐衰？哪会感觉哪会安尼代志发生伫我的身上？但是咧，我伫即段生活中，我渐渐体会到无共款的生活，因为无法度用正手嘛，所以咱拢爱用倒手。我用倒手了后，我有法度体验到，用倒手的人，有当时拢用倒手的人嘛，写字啊、食饭啊，啥物货，有嘛，这真少嘛，对无？所以其实真少的人有法度体验到因的感觉。但是咱教会有一寡囡仔，因其实用的拢是倒手，对倒手。迄个时阵我甲伊问讲，恁是用正手还是用倒手？因拢讲无爱甲恁讲，我无爱甲你讲。为虾米安尼？因为咱平常时咱大家拢是用正手，所以因感觉家己用倒手足奇怪。毋过因为安尼，我即摆用倒手了后，我就甲因讲，我甲恁共款，我嘛是用倒手的人。所以我感觉伫即个过程中，我体验到一个无共款的生活。而且因为安尼，我知影真侪代志，我其实无法度敢我靠我家己去做。周围的人、周围的兄弟姊妹，因为看到我这的状况，甚至是会帮助我做些代志。阮伫即礼拜顶礼拜是7月1号到7月5号是有咱的儿童夏令营。迄个过程中有真侪囡仔来到咱的中间，因看到我安尼的时候，因嘛会讲，因嘛会感觉老师你的手哪会安尼安怎啥物回转？毋过因嘛因安尼会较愿意帮助阮做一寡代志。嘛因为安尼，我看见真侪疼心伫阮的中间来发生，所以我有法度因为即件代志，我有法度搁较愿意。我靠上帝，看见上帝的恩典，真正是无论伫啥物款的状况，我安怎的遭遇，拢会当帮助我，互我会当我靠伊，嘛会当透过周围兄弟姊妹的关心帮助，互我会当经历到上帝的恩典甲疼。所以软弱无的确毋是一件无好的代志。有时阵，咱的软弱会当帮助咱看见真侪无共款的状况，嘛会当看见周围的人会疼。哥林多的批信中有一个真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咱怎样看别人的性命，咱怎样看家己的性命。若是讲咱对上帝的情甲爱，对基督的救赎是一个道理，对圣神的启示有一种正确的想法，可能咱对怎样看待别人
就亲像家己的身体的一个机体。咱对家己的看法袂伤悬，也袂完全来否定咱家己，因为咱的确会当成做一个流通的管子。即个宝贝放伫土的器具内面，讲明着即个稳定毋是出于咱家己，是出于上帝。哥林多即个即个批信，所要提醒咱的，是要互咱甲咱所在地的遐个群体，咱的生活甲咱家己面对代志的时阵，应该怎样来做？咱每一个人拢会可能有一寡特别的经验，可能咱嘛会有一寡痛苦艰难的时阵，但是若是讲上帝伫咱的生活中来掌权的话，咱会当伫咱的土的器具内面显出上帝的荣光、荣耀甲稳定。虽然咱有可能有一寡特别的经验，有可能会互咱较更加谦卑。咱有一寡艰苦的时阵，毋过遮个艰苦会当互咱更加倚靠上帝稳定。信仰伊是一个愈定，感谢上主，感谢上帝，互咱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，互咱已经会当无搁互罪来捆绑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果我，互咱已经胜过遐个罪恶，所以咱会当伫即个信仰的道路顶面来成长。即个成长毋是咱家己个人的代志，是伫一个群体内面，咱会当做伙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互相成做肢体。连结伫基督，伫即个身躯内面建立上帝的圣殿。上帝甲咱讲：我有我的恩，你就到遐，因为我的气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成，所以咱真欢喜，较爱夸口咱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气力带伫咱。所以咱为着基督，掠遮的软弱、欠缺。阮着困迫最欢喜，因为咱的软弱会使反转有气力。咱要回应的圣诗452首，这首圣诗伊是咧宣认耶稣基督的信息，成全万事。咱爱遵行伊的旨意，愿意分享一切，求主来照顾。互咱会当平安进入世界。愿上帝帮助咱每一个人，拢会当真实看见上帝的恩典甲怜悯，互咱无因为咱家己的软弱，感觉咱家己无得价值，会当看见上帝伊伫咱的软弱中，真正互咱满满的恩典，互咱有真正的盼望。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恩典、怜悯，互阮会当做伙伫你的团契内面，互阮会当互相来帮衬。虽然阮拢有软弱的时阵，毋过阮知影，因为你的恩典，互阮有够野。无论伫啥物时阵、啥物款的状况，阮拢知。因为你一定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互阮得到盼望，所以阮会当无论是伫软弱、欠缺、困着、困迫，阮拢会当欢喜，因为伫阮软弱的时阵，阮反转有气力。愿主你帮助阮，互阮会当更加用你的疼来彼此相疼，彼此来分享。愿主耶稣基督，你的十字架顶的牺牲，互阮会当学习你的模范，实践你所要互阮有的遐个疼，有团契。
互阮会当伫正人的面前知影，伫正人的面前看见阮生命中有你的疼，互别人看见阮的时阵，个知影阮是基督徒，是主你的学生。阮将阮的一切拢交伫主你的面前，愿主你继续引带带领阮。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哦，咱刷落来有一个彩排诶，代志。后壁的中级，秀儿执事可以找一下美林牧师吗？咱伫后礼拜7月10日，礼拜3到14日，有16位，包括宣教组的蔡小芬长老来带队，拢总有16位的队员，阁有包括陈美林牧师要去到花莲的庆丰教会来举办读经营，所以咱即马咱等一个牧师伊有一个彩排的仪式要来。OK， 好，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请咱做伙来读2遍。伊甲我讲，有我的恩，你就有教养，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，所以我真欢喜，较爱夸口我遮的软弱，互基督的困难带伫我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伊甲我讲。我困你就教养，因为我的困难是伫人的软弱来成，所以阮真欢喜，较爱夸口阮遮软弱，互基督的困难带伫我。哥林多后书12章9节，咱三家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话，圣诗542首，圣诗542首，请起立。请坐。咱即时要来举行花莲庆丰福音队队员的彩排，咱请所有福音队队员来台前准备。咱伫后礼拜下拜三到礼拜日，咱要去花莲的庆丰教会伫遐举行读经营的，遮安尼一个营队。所以今年咱的同工拢总有16位，吼，咱要去到遐。所以即时咱请遮个同工注意来听上帝的调明。
恁要领受庆丰福音队队员的责任，恁有确信即个是上帝召命也无？恁要领受即个职，恁着倚靠教会的头，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恁的职务，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上山小会的官兵，设立恁做即届福音队的队员。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，甲恁的所做，常常关心恁即届的营队的职务，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跟上帝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的教会有能力、有气力，会当来找派这读经营的队员，去到花莲的庆丰教会，伫遐来做读经的活动。主，阮恳求你来帮助这队员。花莲的天气真炎热。也真侪的蚊仔，总是主，阮相信你会听到阮伫地，互阮带着听，互阮无惊遮的灾难，互阮知上帝你甲阮同行。主，阮将遮的福音队的队员交伫主你的手里。伫未来，阮有4、5天，阮会做伙伫遮，伫花莲做伙要来经历你奇妙的权能。主，阮就恳求你保守遮福音队的队员，互因有对你来听有信心。会当来仰望你，也会当将安尼听分享互教会、花莲的教会的遮兄弟姊妹，互因甲阮拢会当同得福音的帮助。主，恳求你来帮助扶持，阮的中间有人身躯衰烂，有的是信心也无啥勇行，但是主，阮相信，阮倚靠你，你就有大气力。恳求主，你甲阮伫地。也互阮无论是交通、来回交通，也是阮伫遐会住，阮会啉食，阮会服侍，拢有上帝你甲阮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门。咱即时向后退，吼，咱来介绍咱即届的队长是蔡淑芬长老，吼，蔡淑芬长老，嘿，咱的遮的福音队队员，吼，咱对即边吼开始。光宇长老、金月姐、嘉恩、子轩、怡安，这是博源、钟林、秀雅执事、穗芬执事，啊，佮每工爱煮足侪人食饭的即个学会节，同庆执事、建英长老、甲杨老师，佮有一个陪长老，啊，佮有我，阮拢总16位，嘛请恁替阮祈祷，因为听讲花莲足热的所以恳求主帮助阮，也请大家会当替阮祈祷，互咱拍鼓啊鼓励因。好，评会。奉献，请赖玉凡执事、赖宜佳执事、廖敏树执事来负责奉献。
请坐。请看周报217页消息报告。第2点，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举行花莲庆丰读经营第4摆筹备会，请队员参加。第3点，本教会对7月10日礼拜3到14日要到花莲庆丰教会举办读经营，请宣教组蔡淑芬长老带队，拢总有16位队员，请带导。第3点，7月10日礼拜3祈祷会暂停1摆，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人客。好，大先咱来恭喜咱的民事执事，吼，甲咱的李医师，吼，因的查某囝木仪甲沈阳伫7月5号来得到一个查甫囡仔，吼，咱恭喜，也替木仪来祈祷，伊是开刀生产的，恳求主保守，互伊的空喙会当复原。好，咱即时咱嘛来看咱的一段影片，就是咱伫顶礼拜的拜1到拜4也拜5吼，这有咱教会所办的安尼儿童的夏令营的营队，我放在那个赖的群组里面，音控的群组。好，咱即届的囡仔拢总有22位的囡仔，咱家己教会囡仔只敢若是4个啊5个，其他拢是社区的囡仔。拢是毋捌，吼，就是真侪拢是咱的兄弟姊妹介绍过来，安尼一个福音的朋友吼。所以伫遮这4天伫教会，吼，顶晡是上电脑的课，啊下晡就是有一寡的基督徒因的分享。即个情形我拢写伫今仔日即个周报顶面牧师的话，互咱会当做伙来看。吼，咱嘛感谢上帝，昨吼有去迄个朔溪，咱教会有一个教练吼，伊带囡仔、大人拢总17位去溯溪，吼，所以而且嘛真快乐的一天的活动，吼，虽然足忝的吼，我忝到昨我拢爬袂起来，拢去规身躯足疼的吼，其实囡仔嘛足疼啦吼，但是足趣味的吼，遮囡仔拢足介意安尼活动，互咱来看即段影片。差不多3分钟的一个相片吼。有吗？好。好，咱嘛请咱的即个小助教吼，咱的助教拢是即个客服班起来，即个高中生吼，吼，因来陪伴吼，嘛来制作即个影片。请问还要等多久？1分钟，还是再一下？
有声音哦。互团导甲遮小助理带咱遮囡仔玩游戏。互顶保持即个电脑的课程。这是请外面的师资来教。遮囡仔嘛有成果发表，互咱的学会节甲秀儿执事，互因2工，这4工拢帮咱准备足好食的中昼饭加点心。互咱嘛请无共款的梦想达人来甲遮囡仔分享。互咱的教会遮的姊妹嘛来讲故事，互囡仔听。每工嘛有兑奖时间，互因透过玩游戏来换奖品。礼拜五，阮就去溯溪。有的囡仔一开始拢讲伊歪白足恐怖安尼，但是大家拢完成任务，所以大家拢足勇敢的。好嘛，多谢大家的带导，互即届宴会真顺利来结束，因跟归互上帝。是来吟圣诗398首，圣诗398首，吟诗后请陈牧师祝祷，请起立。
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相通，甲恁众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